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阿明张伟明，继续咱们来关心到这个全国吼，也是讲全球上关心的，尤其咱看到讲这个国际关系也好。 军事也好，拢是一大信息。咱看到讲，美军宣布要联合英国、澳洲、日本，伫咧咱讲印太地区举行全球上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啦吼。咱讲到吼，即时开始要到27啦吼。咱看到讲，这回中国海事局嘛发出着这个，然后今日啦发出着这个航行的这个警告，初6甲初10吼要进行南海有一寡这个军事的这个训练。有专家就讲吼，这是南海军演禁止啦吼，这个红海啊，这个范围吼上大这个一摆。尤其咱嘛讲到最近伫咧海面吼真正闹热，咱看到讲英国。 这个航空母舰吼，伊丽莎白女王号嘛驶入来咱的这个亚洲内底，挖进这个南中国海。啊，中国虽然表明讲哦，尊重各国这个军舰哈，会当依照国际法伫南海享受到航行的这个自由，但是坚决要来反对讲，哇，有一寡国家安尼起无空吼，自远远的这个所在派军舰来遮表达因的存在感。 咱嘛讲到，就伫这个大规模联合演习的这个关键时刻，嘛甲着吼，咱讲就美国总统拜登吼上任了后，头一摆宣布对台湾的这个军事买卖案啊，差不多7.5亿吼。啊，人嘛讲吼，这个时间点嘛引发着这个关注啦吼。啊，顶个月咱咧想讲啊，美国也好啊，中国也好，这个美中关系是毋是较缓和啊，吼，较缓和啊？但是咧，咱看到讲，伫咧中国进行的这个吼天津会谈吼，美国跟中国啊，咱看到讲有一寡这个代表王毅也好吼，啊，针对着 台湾问题吼，伊讲哦，这是非常严重的代志，哎，美国莫搁去卡啦吼。但是美国对中国一寡这个行为，亲像讲因违反着吼一寡这个盟邦的这个价值和利益，啊嘛破坏着国际秩序吼，这个规则来讲中国啦吼。另外，咱嘛看到讲吼，啊，咱有这个英国也好。 有日本，有这个澳洲要进行联合军演，所以日本的这个角色就非常重要。过去嘛一直挺台湾的吼，日本防卫大臣吼，按信夫，咱进前嘛讨论着讲吼，这个日本嘛有这个防卫白皮书啦吼。啊，这阵伊个呼吁国际社会爱关注着台湾的这个生存。另外咧，咱讲台海吼，真正有较危机，也是讲较危险的这个时阵，新加坡的这个总理就讲吼台海这个局势可能有失误吼判断的这个风险伫咧吼。透过今日节目，咱就做伙来看讲全球吼这回军事演习对咱吼上大意义是啥物？先来请节目顶3位来宾，第一位来宾请全球啦吼防卫杂志采访主任陈国明。主持人好，大家好。第二位来宾请主持外交官卢庆良。 主持人好，大家好。第3位，咱们邀请台北医学大学通识教育中心教授张国成。主持人好，大家好。是咱们来先来看到讲吼，这回这个演习哈，真大的这个重点就是讲，伊是上大的这个军演哈。到底伊展现什么款的这个意义？咱先请国民兄吼，甲咱先介绍一下啦吼。咱现在讲吼，美国吼这个演习吼，伊是英文吼就讲 large scale， 就大规模的演习。演习偌大呢？勘涉11个时区。 市区是什么概念？是讲，咱一天吼24小时，啊24小时吼，咱地球吼，咱24个市区，24个市区吼，美国吼，加吼不管是讲日本啊，还是讲吼周边的国家来做举办演习，讲这个演习的规模甲范围哦，竟然吼看甚甲10几个市区，吼，这是吼古早咱可能较少看，吼较少看啊。啊，虽然讲吼，即马武器吼进步，进步吼，毋过呢，即马吼武器吼愈来愈强吼，人数吼虽然讲较少吼，毋过武器的威力吼愈来愈强吼。那咱来看，讲美国吼即届吼动用偌济几只的航空母舰吼，然后人有咧解说，可能到3个到4个吼。那3个到4个咧航舰吼，伊个甲伊个战斗机吼是啥物概念吼？咱安尼讲啦，讲航舰吼，美国一个航舰嘛，伊个战斗机吼，伊个阵定吼，可能吼顶当伊吼小国空军。安尼讲要紧，然后讲即个小国空军吼，伊个战斗机吼会刷来刷去，因为军舰的。 刷叮当，刷叮当，吼，刷叮当啊，就麻烦的吼，就麻烦来讲吼。虽然讲吼，美国是环太平洋的国家，啊，毋过吼，伊会使吼，即摆吼，伊甲欧洲的各国吼联合起来吼，咱即摆看讲哦，英国吼派伊丽莎白吼航舰吼过来，法国吼嘛派吼军舰过来 ，OK，连德国吼嘛派吼因个顺风舰吼过来吼，那过来即个南海要创啥呢？吼，咱看哦，可能讲吼。
即个欧洲的国家吼，呼应讲，美国的要求，你派一寡军人来甲咱斗小天，莫讲斗小天啊，讲美国的拜登政府是讲，古早伊的川普伊讲，家己去甲中国对抗，即摆拜登毋是，就讲。除了美国之外，伊会使有名誉的军人来做伙，咱看欧洲的国家过来即摆这一个大规模演习是讲，环太平洋国家的军人拢甲统整，统整过来互美国来运用。这运用其实这军力就足强的咱会使看不管是日本啦、韩国甚至环太平洋国家的军人，拢会使在暂时拢会使纳入美国的范围之内。即美国透过这个演习，会使验证讲，这个盟友的国家的战斗力到底是安怎？其实嘛，透过演习来看嘛，到底那战时你会使出偌济力？咱讲较白就是安尼这演习的目的就是安尼咱甲来看因为这演习嘛还未正义，毋过咱会使看伊后壁伊准备安怎准备咱会使看那。重点是讲伊夏威夷，也是讲关岛这两个所在那讲即摆伊的军力愈来愈扣愈济那会使代表讲伊的演习规模愈来愈大，那会使来看。毋过不管安怎来看即讲大规模的演习目前嘛，看来美国会使安尼做呀。有这个号召能力啦号召能力也持续军力因为咱太平洋伊的太平洋的所在就讲。太平洋足快，足快你甲这盟友的不管是军舰啦、军机叫过来叫过来这是一回事。你要通讯通讯啦、后勤啦、补给，这种代表美国拢有做准备这做准备愈交算其实都代表讲美国正讲要消阵毋是讲甲别个国家抗水布置，迄无共款，所以无共款。所以咱来看，咱看演习啦，讲无人机啦，讲军舰拍来拍去就好看。不过咱来看伊后勤，后勤了伊个电料比如电料的准备还是讲食品医药，还是讲后勤的准备愈交全，代表讲。美国是算真强的。OK， 所以咱头都冇讲到，这是一个跨时区，会当跨11个这个时区，表示讲另外伊的这个范围嘛是比中国这个规个这个范围也搁较大啦所以咱会当看到讲，这回美国是不是算真的未来咱再好好观察。头拄咱嘛讲到英国嘛派出到这个海军Elizabeth 女王号啦这个航空母舰要来打击群这个沿着南海随着这个太平洋来航行其实咱嘛有看到讲，德国嘛派真侪这个航空母舰来另外咱嘛看到讲，其他所有的国家拢总要来参与到这回上大规模英语叫做 large scale 啦咱即阵要来看讲这个另外一个报道啦咱嘛有看到讲伫咧这回咱伫咧这个南部陆上海峡遮啦根据了解这个航艦打击群后壁，佮有这个中国这个军舰嘛是来进行着一寡这个情报这个侦收啦咱嘛派出着海空的战力来进行监控。先做来看。美国印度太平洋司令部初二宣布，到27为止会举行2021大规模全球演习，英国、澳洲甲日本拢会参加。这届演习期间，美国海军甲陆战队嘛进行40年来上大的联合演习。学者认为，这是伫咧宣告美国有能力同时间伫咧乌海、东地中海、南海甲东海面对挑战。也若英国海军伊丽莎白女王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初二下晡伫咧推特顶头发文，表示已经经过台湾甲菲律宾中央的陆上海峡进入甲菲律宾海，后壁也有一只荷兰的海军护卫舰。根据了解，也有中国的海军军舰对南海就对归路。学者分析，英国脱欧了后，甲美国的关系愈来愈重要，英国嘛借这个机会展现对印台战略的支持。那英国呢？现在脱了欧，他要强化它本身的这个地位跟立场，还有它的利益，它必须要跟美国来做结合。简单来讲，就是英国要找下一个在世界上的一个角色。美国想要传达的一个概念，就是当有状况的时候，欧洲的国家也会跟美国站在一起。这届美军派出苏利文号驱逐舰护卫判刑，表示英美两国印台战略的合作态度，甲中国在互相竞争。记者综合报道。
所以咱都要更正一下吼，是17个这个时区啦吼。另外，咱嘛讲到吼，这个中国安怎来去运用吼？中国这回嘛讲，因要进行着南海的这个军演吼。其实咱讲到这个南海军演，吼，这个时间就落伫咧吼8月初6到8月初10吼。但是这个时间，咱讲吼，哇，中国嘛是咧讲起无空啦，讲哦，对哦，台湾最厉害，派出着这长虹的当进行着这气象战，风台就随来啊吼。咱先个请教郭明兄。咱来讲啊，气象战吼，迄是咱不管是电影吼、有咧演吼。那是讲真正吼，咱有气象战吼，咱就免甲美国买武器啊免。吼，咱来讲中国买说爱叫一个台风来吼，其实吼，这毋是咱会使掌控嘛。吼，台风的安怎生成，或者是大自然，这咱无法度。咱来看讲迄，这几届吼，不管是顶礼拜吼，还是前礼拜吼，中国的演习吼，伊拢宣布了讲啊，我要。这个禁风区吼，偌大，啊，毋过吼，咱来看，其实伊可能派出来军舰吼，还是无人机，可能甲无甲古早吼，伊宣布的共款较少吼。第一点，那第二点是讲，最近吼一寡不管是南海还是讲吼，咱的台湾的部分，拢一寡风台出现。啊，风台出现拄好吼，佮拄着吼中国的演习。啊，讲歹听，咱即马吼人无法度甲大自然对抗，啊碰到这大风台、大水，啊其实拢爱闪吼，咱其实咱即马咱海军嘛是共款吼，咱海军若爱拄着风台，咱南部的军舰吼就走到北部吼去休困，啊共款的吼。中国的宣布演习就讲，这规模偌大吼，咱讲较歹听吼，这是讲，这禁风区吼，啊讲偌大吼，确实吼，100平方公里，啊100平方公里其实伊可能演习吼，可能无甲10平方公里，啊毋过係，即马讲较歹听係講，火弹吼，还是讲吼火炮无情吼，伊若大出了吼，可能會去傷到吼，這民眾來犧牲哦，所以咱即馬演習的範圍哦，基本上都係。變較足大吼，比如咱的演習的範圍吼，可能吼，敢若10平方公里，啊，毋過伊的宣布的禁風區可能就100平方公里。哦，這咱嘛是共款吼，咱若個飛彈射下的時陣，咱東部海域基本上攏是禁風區哦，所以其實咱來看啦，講吼，中國吼嘛是進步吼，咱進步又講，若是講軍事演習吼，去傷到吼民眾，還是講犧牲，嘛是愛賠償，所以。講較歹聽啊，講不管是講咱的演習，還是演習吼，伊的禁風區吼，基本上攏較大。這是一個狀態吼。啊，毋過咱嘛是愛看講吼，伊到時陣吼，伊的演習的內容到底是啥款吼？咱講伊若講演習的內容，牽涉着講登陸作戰，還是講線兵的空降作戰，吼，還是講吼，伊真正係講海軍的作戰吼，這個咱台灣靠近的，咱就要較注意。是。啊，若是講吼，伊講火箭軍吼，伊個做演習，基本上用來講吼，較對咱吼威脅較少。啊，毋過呢，伊個地形的飛彈吼，對咱嘛是有影響吼。咱看伊個演習內容吼，來看講，咱要來應對吼，這是吼，我是感覺吼，這是咱對付吼。中國演習的新聞吼，應該有嘅態度。是，咱嘛看到講吼，7月初是因這個建國吼咱講吼這個建黨啦吼，咱看到講尾手有真濟種消息都一直放出來吼，無論是建軍也好，建國也好啦吼，啊個這個10月初1吼，因要進行這個國慶等等嘅，這個消息攏放出來吼嘛，影響到咱講吼有一寡消息是講這個可能美國吼來拍中國等等這個言論吼，其實攏是佇咧外交上，是這個外交軍事上吼做一個大宣傳也好啦。先來請教這個外交官吼，咱安怎看這回吼？這個美國是要登真正這個馬數，但是有人講這個中國南海這個軍演是空的啦，你安怎看呢？咱講到外交，咱愛有一個真重要的認識，就是講愛知己甲知彼。如果拜登總統就任了後，伊的政策呢，老實講，咱看出來呢，足清楚的。就是講，本來大家想講，伊可能甲川普無共，但是你想袂到講，伊即馬所做的、所採取的行動，包括這邊伊宣布講，美國佇個南海內底要做這樣大規模的這個演習內底呢，你就當看做講，伊咧執行的就是第一對抗，第二這競爭，第三就是合作。那合作這大家攏知，因為呢氣候變遷的關係，所以呢，這方面呢。美國是希望中國來配合甲伊合作，但是另外一方面競爭甲對抗這方面呢，你就看到講，伊這唔是干那用嘴講嘅爾，伊會想到講本身動員以外，過去甲聯合歐洲這個國家內底，你來看南歐洲、英國、法國，甚至荷蘭攏派出來參加，這有一定的政治真高度的政治的意義在下，
啊。是。但是呢，如果讲若因有这动作，啊，甲中国大陆本身伊也动员起来，安尼，咱就认为讲哦，两边会拍起来。我想这咱爱较慎重去看待才对。爱较慎重来去看吼。啊，其实咱嘛讲到日本这个角色，咱看到讲吼，美国甲这个澳洲联合军演吼，进行咱所谓这个护身军刀啦吼。其实咱看到讲吼，才有这个爱国者飞弹这个吼试射啦吼。另外咱讲伫咧日本这个角色吼，嘛是吼，咱讲澳洲吼去进行一寡军演。咱继续搁请教张教授。规个吼，这个 large scale 吼，这个大规模这个演习和其他的这个联合军演吼，其实拢是咧展马术啊，其实共同对抗的拢是一个目标，一个敌人吼。啊，全球这款态势，会当安怎来去解读咧？头拄啊吼，两位专家已经拢讲个足详细，我小可甲补充一下，就是美国的这个演习吼，讲实在大部分的军舰甲无人机拢是美国派的啦，吼，其他国家英国、澳洲、日本讲实在派的无济啦，但是咧。为什么美国爱招遐尔啊侪国家来办这边的演习吼？就是爱提醒中国，即马全世界对你拢足袂爽哦。吼，因为咧，美国确实爱家己演习是当然足简单的代志，伊要派军舰、派无人机、派浸水舰，吼来伫遮演习伫公海。讲实在，伊是常常做这种代志。吼，中国虽然抗议袂爽，吼反演习，吼就是中国家己嘛用一个演习来甲对抗，这拢。都做普通的代志，但是咧，美国就是吼，我家己一个演习吼，效果政治效果无遐大。重点是我招足侪国家，其他国家虽然吼出动的无人机军舰无济，但是嘛爱经过伊的同意啊。吼，伊无同意，伊嘛无可能出啊。但是伊为什么会同意咧？就是代表伊甲美国有共识，就是中国足可恶。所以我爱来参加。是。吼，伊唔惊讲会影响甲中国的关系。吼，来徛到美国这边，这就是这个演习上重要的意义啦。是，因为讲实在美国本身吼，这个伊个军舰嘛足济嘛。你讲澳洲派2只来，吼，虽然澳洲吼嘛是实力嘛足强的，但是派2只来有派无派，讲实在对美国规个演习吼影响无大。吼，无澳洲无派，日本无派，其他国家拢无派，美国会使继续演习。但是咧，伊也招遐尔侪国家来吼，派1只来嘛袂要紧，意思就是吼，甲中国提起，全世界即马拢看你足袂爽，所以伊会同意我的要求，也邀请吼来这些所在来甲你演习。吼，所以咧，这是一个政治的这个效果吼，政治的意义吼，讲实在可能比个军事搁较大。OK， 政治上意义。伊政治意义足大，军事当然吼。哦，伊即马有足侪的这个新的武器，吼，这全世界的这个军队拢调过来，代表讲吼，你中国啊，莫以为讲你即马伫这个中国大陆的这边的军队吼，比美国伫亚洲的军队搁较侪，吼，你就会当感觉讲你伫亚洲一定是无人会惊啊，吼，美国吼，美国是全世界拢会当调过来，是，吼，所以咧。假使你中国甲美国战争吼，你中国爱面对的吼，毋是只有即马美国伫亚洲的军队，吼，包含美国伫全世界的军队，我拢有这个实力吼，全是吼把伊调过来，吼，所以咧，你就是爱中国吼，莫讲以为讲即马伫亚洲伊军事已经有优势，吼，伊就会当讲要创啥就创啥，吼，就像压霸，这是袂使，所以。我感觉这是一个足重要的这个吼政治上的意义。当然，然咱上关心的就是吼，咱台湾吼，所以即马当然大家拢是足关心的吼。但是咱的希望就是吼，有一天吼，咱台湾嘛会当参加。OK， 吼，台湾会当参加。当然，即马来讲吼，这个目标可能足远的啦。但是吼，咱其实嘛爱强调咱家己的实力。是。吼，因为吼，即马演习吼，英国嘛好，澳洲嘛好，日本嘛好哦。你爱甲美国联合演习吼，伊本身嘛有实力。吼，这个 communication 通信吼，伊本身的准则吼，嘛爱会当配合。无话吼，你去演习吼，袂当甲人配合哦，你会当看尔。吼，你袂当参加。是。吼，这是足简单代志，就拍球就好啊。你这这个大家拍篮球、咧篮球、咧，你根本拢实力甲人差足济，你当看尔嘛，你袂当入去嘛，这个无当袂当配合，所以咱台湾就是爱有准备，就是有一天咱嘛会使有这种实力会当加入，会当配合，
美国甲其他国家的演习，吼，但是即马佮无法度的时阵吼，咱家己嘛是爱加强，吼，家己爱加强，毋是讲吼，咱台湾吼，就是感觉讲啊，吼，看到人的演习，就感觉讲人会来甲咱保护，吼，所以讲咱就是国防啦，吼，即个新防啦，即个吼，拢感觉袂要紧吼，我看这嘛是足危险啦。是，家己会当先照顾家己吼，甲其他的人是毋是会当个来合作来去作战吼，这是咱未来即个目标伫咧吼，先甲家己吼变得更较强烈。啊，另外咱嘛讲着吼，即个回美国是号召着所有的即个民国吼，要甲中国讲，我才是老大。虽然遮吼是即个南中国海，也是讲咱台海遮啦吼，咱会当看来讲，所有的即个吼各国。这个盟友拢总来遮斗相听，政治的意义是大过军事的意义哈。美国已经伫军事上是真正太牛啊哈，但是伫咧政治意义上、国际这个意义上搁较大。但是咱嘛要讲到吼，美国也好，中国也好，因嘛要讲到较好咧哈。过去看伫咧川普吼，咱讲美中贸易战下架呢啦吼，老火老地啦。但是即回拜登起来，但是嘛有讲到吼，拜登即阵是靠真侪盟友要来共同抗。中啦吼，但是这回伫咧天津，咱嘛看到一个会议啦吼，比如副国务卿这个吼薛文吼来去甲天津遮，啊含中国这个外交部长王毅啦吼，嘛进行着2场的这个会谈。但是咱嘛看到讲，王毅讲啥啊？台湾问题是这个真重要这个问题吼。美国吼，你着莫搁去甲卡啦，啊美国国务院嘛发出着另外一个声明吼，伊安怎讲呢？咱先做来看。中美天津会谈，美国副国务卿薛曼先甲中国的外交部副部长谢锋举行闭门会谈。根据中国官媒所发布的内容，中国一开始话就讲甲正重，并且提出2份清单，包括撤销对中方领导人官员的制裁，也佫包括撤销对华为财务长孟晚舟的引渡。谢锋强调，中美关系之卖经伫咧遐，就是因为美国一寡人甲中国当作家乡的敌人。把美国内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甩锅到中国身上，来服务国内政治，但他们是不会得逞的。唯独打压、极限施压，搞不垮中国，也救不了美国。薛曼要甲中国外长王毅开始第2场闭门会谈。王毅针对中美的关系失去控制，提出3点要求，明确地画出3条底线。其中伫咧第3点内面，王毅强调，台湾问题是重点内面的重点，要求美国唔能随便去卡。中方还重点就美方在新冠病毒溯源、台湾、涉疆、涉港、南海等问题上的错误言行，向美方再次表达强烈不满，停止踩红线和玩火、挑衅。美国国务院是发表声明讲，这场会谈直接而且公开。薛曼也向王毅提出美国方面对中国一寡行为的担心。There are areas where we have concern. We're very straightforward about whether it's the crackdown on Hong Kong, ongoing genocide and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in Xinjiang, abuses in Tibet, curtailing of media access. There are also areas where we might align: the climate crisis, counter-narcotics, non-proliferation, regional concerns including DPRK, Iran, Afghanistan, and Burma. 因后外界所关心的这面会谈是毋是卡到失败会？路透社引述美国资深官员的话讲，会谈并无讲到相关议题，也毋是这面会谈的目的。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是有人真期待这场这个会谈吼，但是咱看到讲吼，双方拢伫遐对车对下啦吼，咱看到讲。伫咧天津会谈，咱跟美国副国务卿啦吼，这个薛曼是向北京先保证讲吼，美国并无要打造一个吼抗中的这个联盟吼，啊嘛希望讲啊美中的这个关系其实会当较好咧吼，但是咱讲就要负责任吼，爱当伫一寡议题上来去做一寡这个合作啦吼，所以美国想要讲的吼，可能也伫咧人权的这问题，破坏香港基本法这个承诺啦吼，台湾海峡，咱讲吼可能有一寡这个起步空，咱讲着吼军机吼遮伫遐飞来飞去，另外咱讲吼这个海军。加要进行演习，拢对台湾有受到这个威胁的这个部分，美国想要讲的，但是咱头拄嘛讲到，中国伊就讲你袂使卡这地啦吼，咱佫先来请教吼这个边兄啦吼，安怎来看这个美中的这个天津会谈的这个部分？咱来讲吼，军事吼还是讲吼是外交的演习吼，外交吼是无形的战争吼，那战争是无形的外交吼，这是安尼讲，安讲慢讲就讲，2019年吼，中国通过迄个国安法吼，国安法其实吼对香港吼要甲修入去，要修入去吼，其实吼因讲嘛派吼因的军舰吼过来吼，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吼是讲，英国开放伊的
移民的限制放宽，放宽就讲互香港的居民去英国定居啊去耍居这是英国对香港的承诺这咱看得出来啊，毋过是讲英国的部分其实伊的国力较少伊无法度敢像美国安尼互香港有较有力支持。啊，毋过咱会使来看英国虽然讲伊的国力较细，啊，毋过伊会使甲别个国家来小做伙来对中国来施压咱会使来看美国不管是讲伊的川普还是讲即摆拜登伊即摆政府来讲，因的基本的态度古早咱古早来讲战略的模糊暧昧讲即摆战略的清晰即摆即个大方向确定啊。确定了就开始不管是外交还是军事咱外交人来请教咱外交专家不过外交军事伊两个手段拢开始同齐去对付中国。咱对中国来讲基本上伊即摆伊的外交较无人较孤立咱会使看应该是几工前中共竟然甲阿富汗的塔利班这怎么？那这相片，但遐哩接待因的塔利班的政权，咱唔当袂记咧。其实中国甲阿富汗用外交关系咧，你那会使讲你有外交关系，啊，搁去接待算讲塔利班应该种叛乱的团队，这但外交的实力讲歹听足奇怪，足奇怪。咱会使看我其实。中国即摆外交较少朋友，较少朋友第一样较少，第二点因即摆的外交可能不管是战略外交，还是讲古早较中的外交，其实这咱淡国际关系来看，较少看。啊，既然你若要随行战略外交，咱不管是美国还是英国，其实伊嘛采取较强的态度，这是。未来是确定的，是有影啦咱嘛讲到这个美中天津会谈以外，其实咱嘛看到讲，这个中国已经派大使去到美国去啊但是这个中国的这个大使，伊是讲这个美中的门已经拍开啊，都袂阁关起来但是美国甲中国。美国嘛是会惊讲，哇，这个战略外交伫美国会做啥物代志啦所以美国也是有家己的这个惊吓甲限制伫咧。但是因有一寡这个共同议题要去面对，气候变迁等啦但是有一寡大方向也是无法度一致的这个方向啦。继续请教外交官，安怎看讲这个会谈以后，咱嘛看到讲，这个中国的大使已经甲美国虽然伊即阵也咧 quarantine 也咧检疫期间但是伊对未来中国甲美国这个影响有啥物关系咧？咱观察美中的天津会谈内底，有这种结果内底，对我来讲一点仔都无意外。OK， 因为对中国来讲，伊有伊类似的这个必要，就是讲伊对内底伊有哪对于国内各种派别的看法内底，还是立场内底呢，爱去甲伊讲，你看我中国即马足强啊，我敢爱去甲美国呛声，我甲进行国际谈判的时阵呢，我敢。排出讲我是大国中国的立场，这就是讲伊言语上、表达上内底，伊一定爱安尼做。啊，若无伊国内，伊可能伊会有问题。啊，对美国这边来讲内底，好你加在台湾有咱的战略的价值伫内啊。所以呢，虽然中国警告讲台湾的议题你别插我插，但是呢，美国呢伊也免讲甲足清楚的。伊对美国来讲，整体利益内底呢，当然伊。甲中国对抗内底，迄意思拢足清楚的。所以呢，伫这个会谈内底呢，两边呢是各说各话，各人讲各人的，拢应付伊家己的需要。以外，同重要意义就是讲，咱冤家帮冤家，咱往哪会使解来讲。对外交上，这都一定的意义伫迄代啊。大家唔通想讲，伊这边冤家了以后，就两个就歹面相看，伊本来就无好面相看。你若要希望讲以后好面相看，无可能。所以这个对抗会继续落去。OK， 对抗会继续落去啦但是该合作的该合作，因迄闭门会谈内底可能拢有小可讲到另外，咱要来继续讲到可能是咧台湾议题，这嘛是也是较关注的这个部分中国嘛是讲你袂使卡但是咱讲美国嘛是。本地就这个咱讲六合保证，还有这个美中的这个三公报，这是过去一直的这个基础伫咧所以美国伊嘛无想超过，但是抱伫咱讲保护台湾这立场，伊嘛是爱顾好着。咱继续请教张教授。这个美国即马是重点是伊国内的政治啦，因为这个拜登总统伊最近上重要的政治的事务就是甲国会
桥，吼，即爱通过即个纾困的即个钱啦，吼，差不多$1兆以上。哦，这对伊来讲是非常重要，因为美国即马疫情嘛是虽然有较好，但是经济的问题也是对政府来讲是非常重要。是，所以咧，伊当然希望就是伫即个所在伫台湾、伫亚洲中国莫甲乱。然后咧，中国即马嘛是看到第一是伊本身来讲疫情嘛还未完全结束。第二就是伊即马是拄着奥运甲其他代志今年中国认为是伫外交上应该爱来争取对其他国家的支持就是爱较笑面的啦。莫讲亲像以前逐工甲人冤家去年的时阵，大家拢看到法国的伫咧大赛逐工咧法国政府的呛声足侪国家因咧中国的大赛拢伫在地国家政府的呛声，这是来讲实在毋是外交啦。这个大赛是足专家就知影讲，无人这种外交虽然伊即国际上认为伊是一个大国，但是大国嘛毋是这种大国方式啦。OK。即摆来讲，中国就是甲美国讲我来甲你谈，然后咧至少争取就是莫阁有新的贸易的这个问题。这个川普的时阵足侪贸易的这个制裁。即摆上侪就是希望美国新的政府莫阁有增加。是。所以咧这个会谈我是认为就是两边都是你中国讲中国的话。美国讲美国的话，我想这是暂时之间是无啥物大的变化啦。是而且咧台湾今年嘛无选举，所以咧对中国来讲，台湾今年的政治的局势是稳定。无啥物新的代志。所以这个是中国本身的这个计划啦。然后咧美国当然我头拄仔讲过，疫情的问题、经济问题是上重要。所以中国甲美国即马来讲是毋是咧关系佫较变佫较歹？我看法无，但是讲无较好，这是一定的。而且咧未来会是毋是可能变较好？我看无啥尼啊简单。即马可能爱观察的就是倒一个国家中国还是美国先讲。爱来这个两国的这个上悬的领导人习近平甲拜登倒一国提出讲爱来会谈。而且咧，这个谈的所在是伫中国谈还是美国谈？就是习近平去美国还是拜登去中国？这个物件讲实在伫外交上来讲可以讲足久的啦。而且这个议题假是提出来可能就代表讲两边这个私底下可能关系有变过较好一点嘛。所以会当开始来讨论一个。但是讲这个议题拢无出现啦。这个即摆8月年底拢无出现。这就代表讲两边的外交可能这个步数这个进步是较有限。是。第二是今仔日这个美国宣布讲要买台湾这个新的自走炮啦。自走炮当然这对台湾来讲是足重要。是。而且嘛是足先进的一种武器。但是咧，只是一种防御性的武器啦，因为伊就是伫这个陆军的作战啦，你无可能讲拍伫中国啦。是。除非你放到金门马祖，无可能靠到中国。所以美国嘛要看，就是伫这个时间伊嘛无想袂互台湾上先进的，会当拍到中国，直接拍到中国的武器影响中国甲美国之间的气氛啦。OK。所以我看即摆来讲，还是一个观察的阶段啦。是，所以咱讲到这个除了战狼外交，爱搁去观察，这个习近平甲拜登是毋是来见面嘛，是一个观察点。过去咱嘛有讲到这个过去啦这个Houston这个领事馆嘛甲收起来啦这嘛是未来一个观察点。咱搁先请教这个外交官啦安怎看整个这个美中关系可能是毋是习近平甲拜登见面要伫倒？咱嘛看到讲伫咧 Alaska 的时阵，其实美国是创一空这个中国去跳落去啦其实伊是讲你是来遮求和的所以未来这个观察点嘛是非常的趣味。办外交要有实力啦，就是讲以实力的取向。今仔日如果讲美国的军大帽无够大，伊也袂想到讲我要捍卫我美国搁倒转来，美国第一，美国搁倒转来这个地位呢，伊就无可能今仔日讲去发动真济这动作，包括从这欧洲的民国内底，咱个
箍啦，大家斗阵来对抗中国。是。啊，另外一方面咧，中国伊嘛认为讲，我即马拳头无哪有够大，我要争取全世界领导权。但是呢，中国就算讲伊发现着讲伊的战狼外交。伫印尼啊，实在讲是真失败的对啦。我以法国来讲，因为我对法国较了解。你从来唔捌看到讲，对1964年两国建交以来，因的外交部长、因的总统，甚至因的伫联合国大会里底呢，对中国大陆呛声。这是前所未见的。是。啊，你会当看到讲，虽然讲两边两国里底呢，经济利益伫迄大遐存在，但是呢，这边包括讲南海的议题里底呢，法国嘛是派准去。啊，你就咱看出讲外交上这方面里底真正就是讲实力取向。OK。啊，至于讲你安怎安排，安怎发挥你的实力，啊，伫什么所在发挥你的实力呢？这呢爱各人来观察，你才有法度得到答案。啊，你伫台湾呢爱小心的就是啥呢？咱爱了解咱家己处境，真正全世界独一无二。OK。啊，伫这个情形之下里底，咱有法度40-50当来呢，发展到今仔日呢，老实讲，这唔是奇迹啦，这是大家拍拼啦，啊，甲国际合作所来。所以咱有迄种眼界，咱有迄种心向，大家爱拍拼，国内大家爱团结。是啦吼，咱讲到吼爱保护家己啦吼，所以咱看到讲美国即阵卖咱武器吼嘛是做一寡即个防卫的啦吼，啊有人嘛讲啊，咱若是真正甲即个中国相战，到底美国也是日本会来甲咱帮忙无啦吼？啊，其实咱就是爱甲伊比时间，若是讲咱拼一个3天5天1礼拜吼，其实就让换一寡时间空间来互咱讲一寡即个吼军队友军来甲咱斗3天。咱头拄嘛讲着吼，7亿5千万的即个吼美金，即个咱讲就是要买着吼即个军事即个武器啦吼。啊，军事武器买即个部分嘛，已经吼即个美国国会，啊，这嘛是咱讲的即个美国吼拜登政府上任来头一摆先做来看。美国国防安全合作署初时发布新闻稿表示，国务院已经批准一项对台军售，将要予台湾40门 M109A6 主造炮、20台 M992A2 核列野战炮兵弹药补给车、一套先进野战炮兵战术数据系统等，总额7亿5千万美金，大约新台币210亿。国务院已经将这项军售正式通知国会。这是拜登政府1月底上任以来头一摆对台军售，充分展现出美国政府一贯对台防卫能力的高度重视。他们也延续了近年来对台军售常态化的政策。这项军售案有助于提升我地面部队的快速应变以及火力支援的能力，也能够强化国军的防卫战力。国防部对美方这项军售的决定表达诚挚的感谢。这一摆主要军售的项目 M109A6。帕拉丁型自走炮是美国炮兵部队的主力火炮，上大射程会当达到3万公尺，连续射击的上大射速1分钟会当达到8粒。互军方形容是一台车会当拍出一个炮兵连的效果，并且佫配有精准的弹药。专家认为，这是一项非常完善的军售案，符合国军需求，对提升无对天的战力有帮助。这个采购也符合不对称作战的一个构想，也就是用比较低的成本，还有精准弹药来抵消共军数量的优势。我想这个趋势就是会继续的发展。这项军售捌由川普政府有过，但国已经以雷霆专案为名编列预算，佮经过商讨。美国国务院也表示，这项军售对台湾炮兵部队现代化有帮助。佮强化台湾应应当前甲未来区域威胁能力，即马当进行通知国会听书，有希望伫1个月了后正式生效。记者综合报道。是啦，咱讲到这个无对等的这个作战方式，其实咱过去嘛讲过真侪届哈，但是这个无对等的这个军事买卖，这陆军敢真正会当完全来去呈现咧？咱来讲吼，这 M109吼 A6吼，还是古早吼，咱古早陆军吼 M 有用吼 M109 A2 吼 A5吼，这个陆军甲陆战队拢有利用。是。那陆战队利用吼，咱1970年吼，1980年吼，咱就入来。吼，古早还是真正是新炮吼，新炮。啊，毋过咱用到即马，嘛甲40当啊呢吼。可能吼，基本上吼，这是旧车爱换新车吼，因为爱换啦吼。30-40年的，咱想看嘛，咱家己开车，咱可能世代车5年就换。吼，咱的自走炮，吼，自走炮，
既然用啊30-40年，即马搁甲换 A6吼，咱这时机点时间上吼爱换吼。那第二点是讲，这是吼拜登吼起来了，第一届吼台面上吼真正吼军事台湾吼，这是第一点。咱第三点是讲，这个炮吼有一个特色吼，就讲伊的软体吼较进步。吼，较进步，咱会使看讲吼，伊的内装吼，配备配备吼，说 INS 加 GPS 吼，这两项的所在吼，会使互自走炮吼，家己知影讲，你家己伫倒位吼，家己伫倒位吼，你拍出去炮吼较准。啊，第二点是讲吼，伊的软体进步哦，配备吼，伊的内底内容吼，伊讲我拍的炮吼，伊会使甲空军甲海军会使联动。吼，美国拢安尼做吼，美国拢安尼做讲，你陆军的拍什么炮弹，其实海军甲空军拢看会到吼，这叫战场的共同的导向吼。咱这战场的共同的导向，其实咱陆军较少，吼，咱三军拢较少，咱即马拢伫拍拼伫建构这个内容吼。那第三点就讲吼，咱即马 M2 种 A6吼，会使甲去年。吼，美国毋是咱受咱的海马斯的火箭嘛？吼，其实美国的系统吼，拢会使相容较相通吼。那第三点就讲，美国吼用拍吼三军的联合的作战吼，袂使讲啊，你陆军拍陆军的，吼空军拍陆军的，毋是吼，是拍联合的作战吼。所以联合的作战吼，不管伊的通讯系统啦，其实吼，会使吼改掉吼，即个说 M19A6吼，互咱来吼，咱会使咱的军官会使看讲人到底吼是安怎拍吼联合作战吼，这是咱来学的啦。啊，基于说吼，不对称的作战，我是感觉讲吼，陆军的吼火炮吼，伊敢拍30甲40公里啦。真地道啊。空军甲海军吼，伊的手较长，吼，伊讲伊会使拍较长吼，比如讲伊是拍200公里啦、300公里吼，啊，手长甲手短吼，其实吼，拢有伊优点甲缺点吼。那陆军的优点是讲伊的建军的费用较俗，较俗。你讲7亿个美金啊，其实吼相较于相较于吼空军、海军，这是伫小部分啊。啊，不过吼小部分的经费吼会使提升吼咱的炮兵的吼威力吼，这是正确的。咱讲吼，即个一台战车啦吼，一个会当第一个咱讲一个炮兵连的即款即个做法啦吼，嘛是讲伊的火力吼算是较大啦吼，但是是毋是会当达成着咱讲的这个无对等吼，其实咱还阁有一寡这个疑问存在吼。但是咱嘛讲着吼，真正来要烧战的时阵吼，到底谁会甲咱斗相共吼？过去咱嘛讲着，这个时间上咱家己爱争取。头拄啊，这个张教授嘛讲着，咱家己的这个实力爱坚强啦吼。但是这个真大的这个部分嘛是爱依靠着吼其他的这个部分来去甲咱斗相共。但是唯有吼家己这个实力提升啦，实力提升者，佫有啥物办法咧？是我头拄啊，这个听到这个陈主任讲的，我感觉是足正确。这国防吼讲实在就是旧车爱用新车来换啦。吼，这第一是作战的效率提升，第二是士气啦，就是大家拢用这种旧的物件吼，我受这对军人的这个作战的意志是有影响啦。所以这个咱投资伫这项物件虽然这个炮兵是足传统的武器啦，这历史嘛足久的但是一定有需要。所以对这项的这个军售，我是非常的赞成。但是这个重点就是咱国家咱国军这个有现实的这个武器，这个硬体以外这个软体这个头壳啦这个训练，这个精神是毋是会当同款的提升，我想这是上重要。是，第二就是即马咱的这个国防就是中国不断的增加各种的武器，但是咧，咱的这个买武器是毋是要有一个整体的观念？毋是讲这个有炮有车无人机，这到底会使讲这个作为新的武器会当配合起来做一个整体的这个利用我想这是足重要，所以咱看这个演习汉光37号这个在这个观众朋友可能足侪人做兵的时阵嘛有参加过以前的汉光的演习咱汉光演习看到今年电脑的这兵推是差不多4月，差不多1礼拜左右啦，8天左右啦。实兵的演习就差不多5天。这当然是一个足重要的演习，但是甲其他国家比较起来你看咧美国的演习1个月。
咱咧在台湾是这个亚洲防卫中国就开始来拍，或者咱是重点的、中心的，直接来拍到咱的。结果咱每一遍的演习敢有一遍演习会当演习一个月，无可能。咱的演习考虑足侪的因素，部队的状况、后勤啊，这个普通来讲拢是差不多就1礼拜左右，是毋是代表讲咱未来作战的时阵这个继续作战的实力，会先做作战的时间是毋是会当透过演习做真正有效率的这个检验我想是问题。所以我看这个咱的国军咱的政府其实这方面爱来增加，爱来调整。咱民间嘛爱对各项我感觉嘛爱较配合。因为呢，这个演习4、5天足侪原因嘛是民间嘛有反对啦。你咧演习飞机爱飞足差，你然战车啦，这个大炮行去这个大路啦，大路大家嘛感觉讲危险啦，还是爱占用什么所在来做演习伫日本啊、欧洲伊咧演习时间较长的时阵对这个民间使用你咧土地。假是讲对恁这个有啥物差着拢有保障。像这种的讲实在，虽然这钱看起来还亲像是毋是无亲像买武器遐尔啊明显，但是对这战力来讲其实是足重要。有影啦所以咱看到讲这个讲到这个演习也好啦嘛是提升咱一寡这个战略的这个做法，但是民间上也是一寡这个看法，其实也是有一寡这侦查。咱头先嘛讲到伫咧买的时阵，外交部嘛一寡这个反应啦，过来先到这个外交官来甲咱补充。咱讲到国防，当然军事这方面这是大家看会到的，但是对我来讲，更较重要的是咱国民的心防。就是咱大家认识讲，今仔日中国是变做这种的国家，伊从来无放弃讲对台使用武力。即马最大的挑战就是讲，有真侪国民大家咧关心的，就讲阿强会拍来无？伊是毋是真正讲敢犯着这个天条的大罪来攻打台湾，是吧？这是大家拢会去关心的。但是对我来讲内底，因为咱的处境这样特殊情形之下呢，所以一方面咱的心防要了解讲，我一定要有相当的准备。比如讲咱办外交，我要甲你谈判，我6点底我若无面啊，我要去讲啥？你就去用看破骹手啊。所以今仔日咱对国外，尤其是对美国去采购这个军事设备呢，这是必要的。咱千万唔通想讲都有美国啊，有国际社会咧帮你的忙，确实咧。迄远水救不了近火。所以最后还是要靠咱家己。当然，这个国际活动这方面，政府也已经在努力啊。所以讲，咱心防足重要。大家爱我头拄也讲知己甲知彼，这重点就是伫这来只。有影啦这个咱家己这个国民实力真正知己知彼啦咱嘛讲到最近其实嘛有风声咧讲这个中国解放军想要拍咱东山岛啦，海巡署嘛有讲过，就是讲9月7号到12啦其实伫咧东山岛才要进行第3季对海的实弹射击其中咱讲中科院家己制作的这个火箭弹嘛会来出现，先做来看。两岸局势加悬，一直有风声讲中国想要拍东山岛的消息。海巡署强化相关的防务，嘛安排演练，公告9月7号到12会伫东山岛展开第3季对海的实弹射击。值得注意的是，海巡署甲中科院买的红准反装甲火箭弹嘛会出现，拢总18个已经部署完成。红准火箭弹有增强反装甲的火力，会当摧毁敌人2侧的装甲车。学者分析，咱国这个行动是要展现上低限度的自我防卫。对于中国的一些登陆的2栖载具，已经具有很大的杀伤力了。这是不挑衅的态度，支援外岛，包括东沙跟太平的陆战队有更精准的、更强大的火力，但是并没有纳入超演。去用看作是攻击台湾主要战力的共军东部战区，钓一辆公开因家己做的控5式2侧装甲车，咧做海顶的战术操演。中国官方媒体讲，控5式是攻打台湾的王牌武器，会当完成顶岛作战的任务。这个演练的项目拄好是渡海夺岛。去用解脱组是要甲台湾吓惊，还佫头一届公开装甲车车底内底的画面。装甲部队啊，你一定要渡海，渡海你一定要装载大型的这些2栖作战的这个船只，就是平底还不到80。
专家讲，影片内底并无公开矿5式装甲车内底通信设备，研判敢若是低成本战术的操演，达成认知的作战。针对美中台紧张竞争的情势，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警告，伊认为讲中国袂单方面来动用武力改变台海的状况，不过美中之间互相拢有误解，可能会致使台海的风险评估出现错误的判断。记者综合报道。是啦，是毋是会创造这个底兵相接这款现象吼？其实咱讲吼，真正要入侵咱台湾吼，其实咱非常的注意啦吼。所以有风声吼，这个部分咱继续搁请教国民啊。咱来看啊，东山也是讲南山啊，基本上啊，迄足好、足容易攻击的，啊，毋过足歹守的吼。因为我都伊距离吼，咱台湾足远的，吼足远的。那基本上啊，咱即马所做的，不管是海巡署吼，还是讲吼部分的吼陆战队吼。第一个吼，咱上东山也是南山吼，伊个官士兵吼，第一吼要有自卫的武器，吼，家己爱家己保护家己，吼，家己保护家己吼，咱的对抗吼中国的战车吼，咱就红准的吼火箭弹吼，那其实吼，各有部分的吼赤金吼，这赤金的防空飞弹吼，其实这拢是吼东山讲甲南山吼，这配备吼，那配备吼，第一吼先讲先啊吼家己顾好。那顾好其实吼，你顾掉了吼，先卖吼，中共的不管伊的陆战队吼，还是讲陆军起来吼，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吼，其实吼，东山吼、甲南山吼，其实基本上嘛是爱靠吼台湾本岛的海军甲空军过去吼。那讲话歹听吼，东山甲南山吼会使自保吼。咱就足庆幸啊，足庆幸啊！基本上啊，伊嘛是爱靠吼咱本岛吼海军吼过去起防，这是确定的吼，这是确定。啊，只讲咱来讲要夸大吼东山的地位吼，除非吼咱甲吼东山吼当做一个要塞吼来做经营吼，来甲不管吼屯驻啊，不管后摆吼军火也好吼，战斗机也好，除非吼你有做这，那好这个话，咱无法度看到，咱东山甲南山吼。自保为原则，自保为原则哈，所以嘛是要有一寡这个兵力上的这个调派啦吼，这个海陆啊吼，短期来去领导做一寡这个协助等等啦吼。啊，继续咱个请教这个张教授啦吼，安怎来去看这回这个风声咧？其实头拄啊，这个讲个真正确，就是这岛吼足细啦，吼，莫讲是咱国军啦，美军去守吼，可能嘛歹守哦，吼，这是一定的，因为吼。这个岛的重点是哦，岛一个国家吼，有这个岛边啊方面的这个海上甲空中的优势吼，就会当防守或者是占领这个岛。但是中国已经得到这个岛，咱的东沙是太平岛附近的这个海军甲空军的优势吼，讲实在咱是无可能守啦。吼，但是并个倒并来，假是咱有这种海上甲空中的优势吼，伊无可能甲咱提起。所以重点是海军甲空军，毋是。吼，在地吼，咱派到遐海巡嘛好，吼陆战队嘛好，吼讲实在拢差不多啦。吼，这个岛吼，假是爱靠陆军吼，美国海军陆战队去嘛，袂当守啦，守袂起来。是，所以咧，这重点是吼，这个美国即马派来这个是演习吼，其实嘛是伫提醒就是吼，假是美国爱来插手，吼爱来感谢吼，吼伊有绝对。这个有够的这个海军甲空军的力量，吼，所以我想这是规个美国的这个战略一部分，就是吼，虽然这个太平岛甲东沙足细，但是吼袂当互中国吼用这个军事的力量吼去破坏这个现状，吼，我想这是美国吼上重要目的。然后咧，我看中国即马吼，虽然伊军事吼，伫这个在地吼，伫个所在是有一定的这个优势，但是我看即马可能还未够吼。中国拍算爱用这个武力吼，爱把这两个所在摕过。时间还未够，时间未到，因为伊摕过以后咧，然后咧继续是拍台湾，无我想可能还未。但是咧，假是无拍台湾，伊摕这两个摕去要创哈。OK， 吼摕去要创，我感觉这是，所以时间上还未够，因这个算盘搁爱小叠一下呢。对，就是。即摆来讲吼，无讲啥物属重大的这事件吼，互中国感觉讲，伊即摆爱来改变这个现状，啊是讲来经过台湾，吼，假是讲即摆台湾有大选举，吼，啊是啥物吼其他重要的代志吼，伊中国讲哦，即摆爱来采取啥物行动吼，来甲你吓惊，吼，这个影响你人民的这个投票，哦，这有可能，但是即摆看起来吼，可能这种政治上来讲，毋是这个吼足。
足好的时机啦。OK。但当然啦，是有准备啦，因为无一定中国就是讲你因为即摆唔是时机，我就讲即摆是时机，这嘛是有可能啦。是，但是这个国际上这到底什么时阵会拍？其实咱讲到美国也好，因其实有一个暗算这个几档，因其实拢有这个跌过啦但是中国安怎暗算？因要咱过去看，咱过小可请教。国际社会，尤其美国有真侪学者，拢三不五时就讲当时会发生什么攻台的这种动作啊，创啥阮用较冷静的态度来看啦。这就是讲拨一寡互大家新闻界有真侪代志好去报道、好去探讨啦OK。这是一种观念。较早我要做过外交部发言人的时候，有朋友甲我讲，什么议题我甲请教，你若无代志去讨讲这个代志要创啥？伊讲，大师，阮爱交稿呢，阮爱找议题呢，我无插一寡冷菜，我要插啥？这咱大家去了解啦但是咱即马看讲中国大陆伊是毋是对台动武，还是对东沙甲南沙这种采取军事行动呢？中国大陆伊是真高算计 ，OK， 咱嘛爱真高算计，老实讲，咱嘛是无限慢啦。所以中国大陆伊如果若敢动手的时阵，伊就要先算好，伊有是毋是稳当的赢第一点。第二点，然后咧，就敢若头拄仔咱教授所讲的，对无？然后要安怎呢？所以这毋是讲遐尔简单就会发生会爆发的代志。但是回头过来，咱大家爱好好准备。新防这方面以外呢，实际行动当然美国往来会注意到这方面的问题，因为这个整体的这个安全呢。稳定呢有直接的关系。是，所以咱看到讲这个过去这个日本的这个白皮书也好，等等的这部分，还有咱讲这个大规模这个军演，甚至有风声这其实咱拢爱可以好好注意。今日非常感谢台来宾，嘛感谢乡亲好评判，咱再会，多谢感谢。